中油高雄洲际天然气接收站7接伫9月宽频初审通过，今仔下晡要进入宽频大会审查。高雄大林堡的民众是烦恼讲会造成愈严重的污染，早起开记者会，要求讲要去第7天然气接收站，就爱省千村。反对燃气过度扩张。 反对燃气过度扩张。大声喊口号，来自高雄大南部的当地居民甲环团代表立委，齐声反对环境部无顾地方居民的健康。9月尾初审通过中油高雄洲际天然气接收站7接的宽频，无到3个月又搁送到宽频大会，烦恼延延好通过。我们那边的居民是生不如死啊，生活品质是糟透了。我们很忧心，就会重演 中火2期燃气的这个环评碾压的戏码。7接计划基地伫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第2期，占地37.4公顷，设6个槽，离大南部真近，互居民真不满。即马地方已经开始抽管线，宽屏案件的审查煞无居民来参加。环境部是升级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功能呢是降级了。我们很害怕，像 731高雄的气爆那样子，这个担心，这个恐惧，我们还是在心底抹不去的。案件下晡会伫环境部宽屏大会来审查。中油北表示，推动7接是因为永安接收站送天然气的能力已经到一个空站，就算了钱有缘投入。经济部也强调是为着要确保供气的稳定。不过居民强调，政府应该着爱守信用，先千村才来起，要求7接的案件应该爱进入更较严格的理解宽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